邊個電話先幫到我啊？屋企咧當然係非常之緊要啦，因為屋企裏邊咧有好重要嘅人同埋好抵錫嘅人嘅。我嘅屋企咧就好似一個大電池咁，其實喺出邊咧做嘢咧雖然非常之攰，但係翻到屋企咧都非常之有安全感嘅。咁可以喺屋企咧 relax 下，充下電，好快咧就會充滿 power，又再次滿血出嚟做嘢啦。第一次咧做及時雨嘅代言人咧，當然係非常之開心啦，亦都覺得好特別啊！因為呢個廣告咧，今次我係會一人分演兩個角色嘅，係未來嘅我去救翻而家嘅我㗎，而且呢個 story 咧好有趣，同大家合作都好開心。今次咧喺拍攝過程當中咧，令我更加認識及時雨嘅，俾我知道咧及時雨係有專業靈活嘅貸款方案咧，幫到大家㗎。我諗咧，大家最近都 feel 到咧，經濟咧的而且確係差咗少少嘅，有好多做生意嘅朋友咧都開始喺資金上面咧周轉有困難。不過我知道咧，及時雨咧係會因應唔同嘅人提供實質性嘅支持同埋幫助嘅。仲有啊，及時雨嘅員工咧係非常之專業同埋貼心嘅，佢哋會因應唔同嘅人士去打造唔同嘅方案。正所謂辦法總比問題多，一定會幫到大家嘅。導演唔嗌 cut 就做落去。中谷借錢咁要還，咪俾錢中介。